1:46，亦都係2020年嘅11月7號星期六嘅凌晨時分。跟住落嚟呢，點唱嘅朋友，佢有個英文名㗎，就叫做 CA， 跟住一點 B。咁我因為英文唔好啊，咁所以呢，我就問佢點讀好呢？佢就話卡 B 得啦，卡 B。卡 B 今日呢，哇爆咗！卡 B 今日呢，好想揀選一首歌，歌名叫做一起衝，一起闖。咁卡 B 呢，好想將呢一首一起衝，一起闖點俾卡 B 身邊最好嘅姊妹 V 仔，仲有卡 B 嘅老公阿榮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向住自己嘅目標去闖，去支持身邊每一個人。同時呢，亦都想大家正能量，加油加油！其實咧，喺疫情期間，卡 B 亦都希望大家要好好保護自己，亦都期待疫情完結之後，大家可以出嚟聚下，唱下歌。唱下 K， 打下邊爐，飲下嘢，咁就 very good 啦。當然啦，除咗咁之外，好嘢梗係擺，重要嘢梗係擺尾噶啦。卡 B 佢話，其實仲有我最尊敬嘅師傅 Teddy 仁哥，希望呢可以疫情之後呢可以再聚啦，可以同 Teddy 仁哥一齊見面啦。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更好，捱過咗呢段時間，我哋會更加好。喺呢段期間呢，其實卡 B 都講啦，佢都同我講話，子晴啊，你都要努力向自己嘅目標進發。另外，佢話佢亦都努力做好一個分享美食。希望食物能夠帶俾大家幸福嘅感覺，因為卡 B 呢，其實應該係一個專業嘅煮食朋友嚟嘅，所以多謝卡 B。希望好姊妹 V 仔、老公阿榮同埋你最重要嘅就係尊敬嘅師傅 Teddy 仁哥，佢哋都聽到呢個點唱，喜歡你揀選嘅歌曲，同埋喺疫情過後呢，大家可以出嚟見下面，開心下。咁就 very good 啦！哇，聽到呢啲梗係勾下、彈下琴咁樣，彈下吉他咁啊！當中幾多辛酸，幾多兜轉，有你伴我闖不覺倦，奇蹟時刻人生中上演。窮途末路可登天，你作後盾支撐信念，才不懼考驗，受萬事磨練，一起衝，一起闖，未管天高海深，谷底翻身憑信任，回頭這一生有你作我支撐。唱飲能同苦能同甘 Brothers of people, we can last all life. Same soul, same pose, no one is leaving behind. Hey, 我知道你哋喺度，我知道我哋喺度，我知道我哋可以一齊落雨路。當中幾多辛酸，幾多兜轉，有你伴我闖不覺倦，才不懼考驗，受萬事磨練，一起衝。翻身憑信任，回頭這一生有你作我支撐，苦與甘，共你悲，共你喜，共你哭，共你暢飲，能同苦，能同甘。
管打擊聲音，不管身份，幾多鬥爭一起抗衡，憑兄弟精神，絕處有逢生，一起衝，一起闖，在風沙中打滾，捨身捨技憑信任，回頭這一生有你作我支撐，苦與甘，共你悲，共你喜，共你哭，共你暢飲，能同苦，能同甘。哇！真係嗰種勾住吉他線嘅感覺真係好鬼強烈嘅啫嚇！有阿卡 B 嘅呢首揀選啊，啲歌曲名字咧就係叫做我都揾一揾啊 ，OK， 就係一起衝一起闖啊！好想點俾姊妹 V 仔、老公阿榮同埋尊敬嘅師傅 Teddy 仁哥聽嘅。咁喺播放期間咧，其實啊卡 B 咧都同我講佢話啊好正啊，真係你真係要繼續做得更好啊，知唔知啊？佢話支持我，咁我感恩啦。咁跟住阿卡 B 就話好喜歡你把聲啊，咁我問佢點喜歡法咧 ？OK， 佢話 sweet 到爆，喜歡 V 仔啊，聽首歌阿 V 仔咧聽到眼濕濕入晒題喎，咁發生咩事咧？我望一望啦，原來阿 Vivian 咧喺 Facebook Live 嗰度都話咧，從未諗過呢一首歌可以聽到喊，真係好多謝你，愛你啊老友，呢位老友仔卡 B，OK。咁另外阿黐亮黐空黐強亮佢話，之前把聲真係好感性，大家同意嘛？係啊，好感性，好性感 ，OK， 好勁 ，OK。好，咁另外咧阿 Rock Law 話之前可否點唱梗係得啦，咁所以咧你阿 Rock Law。咁你透過 WhatsApp 97640200 send 你個點唱紙俾我，幫你排啦，好嘛？咁另外有 Vivian 張咧，因為佢頭先點唱俾佢啊嘛，佢話唔該以後叫我古惑 V， 咁以後就叫佢做古惑 V 啦。OK， 咁另外最重要就係咧，阿卡 B 佢話咧首歌入晒題，歌詞問題啊嘛，咁引致到咧成件事真係好感動咯。咁總之甄子晴做夜深情真甄子晴呢個節目咧，可以令到大家感動，互相關懷，將你內心感覺表達到出嚟。而點完唱之後，可以瞓翻個靚覺，就算聽日世界變成點都好，我哋都可以有力去面對。咁就 very good 啦，好冇？希望係咁啦，多謝卡 B 同埋其他聽眾朋友支持啊！亦都想同大家講咧，仲有8個 WhatsApp 未跟進，咁我逐個嚟啦，希望大家唔好介意，因為真係好多朋友點唱啊！多謝晒你哋，多謝卡 B， 咁啊，繼續心情點唱節目，夜深情真甄子晴。